好，到遮。顶回读到第22页吼，咱来对第23页开始读起。好，咱时间到，咱就开始吼。因为咱有录音啦吼，所以就无等人啊，直接来开始来读起吼。顶回读到一个，叫做啥物？我说写甲迄个字，迄个查甫囡仔名甲袂记吼。丁良啦吼，丁良甲因太太拄结婚，无甲也未到一个月啦吼，应该是。嗰哩蜜月期吼，就出去外口做生意，结果死伫咧国外吼，东南亚遐。哦，既然无人入来，咱就稍等一下，我来摕一杯仔水来啉。芭比搞早，阿关老大，丽雅搞早哈。来先甲你分一条啊柠檬。好，OK。好，咱直接来开始啦吼。稍等下，我这边起来好。好，顶回读到22页煞啦吼，所以今仔日对23页开始读起。顶回是读到讲丁良去领便当啊啦吼，所以伊即个含伊斗阵出去做生意的即个叫做坤峰兄吼，是算是伫学校学长来丁良因兜要来报即个歹消息吼，报即个福音啦吼，台语叫福音。你若毋捌听过吼，福音啦，我查者。华语叫做讣文嘛吼。你讲，歹势你讲。无，我讲毋捌听过，头一摆听。毋捌听过吼，华语叫做讣文啦吼，台语叫做福音吼。我直接用罗马里拍较紧。罗马里拍父 HU 第三声音 IM 第一声吼，叫做复音吼。这其实嘛是文言文啦吼，就那个复文相款吼是文言文吼。复音所以人放迄个白帖啊，就叫做放复音吼。伫台语的讲法就叫放复音。
所以今仔日即个丁良就是要来因兜，要来，毋是丁良，坤丰要来丁良因兜报复因吼，结果看到因即个小妹叫做米惠，是叫米惠，袂记个名就心着小可心动啦吼。歹势叫做回避啦吼。第22啊，这无留遮讲，拄在讲的时，回避捧茶来，就双手捧互坤丰。坤丰真客气，徛起来也用双手接茶吼。咱对遮开始读起吼。23页第一节，心内暗暗在想，实在是真水，冷丽搁活泼吼。礼仪端庄大端的女子吼。一时徛咧煞袂记得搁坐落去吼。目睭看回味无腻。就是目睭直直看啦吼，金上拢无目睭拢无腻吼，无腻啊一个吼。回味看坤丰遐尼注目伫看伊，煞觉得真歹势吼，面煞起落去吼，面煞起落去就是低头啦吼。歹势。毋过，搁一面也是真爱看即个青年的面，因为安怎遐像阿哥的面吼，所以好胆搁举头用目尾甲伊看卖，无拍算迄个青年要是目睭无腻目，无长轮吼，无长轮会伫看伊吼。长轮就是不转动啦，没有无你长链啦吼。迄时惠美煞见笑面红，面发出笑风，喙吻笑吼。喙吻笑就是喙微微啊笑啦吼，就安尼，我对面后入去吼，面就是面风吼，面后入去，搁甲因阿嫂徛伫遐听话。坤丰看惠美面红吻笑，迄时的心情真正有美妙的晓讲的印象，有美妙会晓讲的印象，袂晓讲的印象吼，就是有美妙袂晓讲的印象吼，无法说出的美妙印象，就是安尼意思。林长老就搁问讲，丁良会近访，毋知伊知啊无？要问因囝的近访吼，即马才要问吼。坤丰则老实甲伊讲，伊就是甲丁良做伙去做对象的朋友，未出发前讲电来互丁良的就是伊讲电，咱之前有读过啦吼，讲电报啦吼，迄当阵讲讲电吼，就是敲电报啦吼。病后两兄嫂相顾，一个听安尼讲，一个听安尼，拢袂记得一切，就安尼撞出来，徛伫妈妈的后面，用目睭紧向坤丰的面。后来长老就问讲：“你倒来？若是丁良太无倒来咧？”坤丰一时煞袂晓应，因为看堂上两位爸母接老，堂上父母啦吼，堂上双亲，就是堂上两位爸
爸母遮老，也丁良的太太，腹肚遐大个，就额头吐一个大气，细细声讲，丁良君已经过身啦。迄个声音真细，声袂会出。林长老听一个放声大哭，长老娘自安尼哭一句“我苦啊”，就点点裂落去吼。即个裂落去，即个裂是，我查一下裂是啥物意思吼？点点裂落去。LEK 昏倒，歹势，昏倒就是裂落去吼。我今日才学着了吼。第三个解释讲，人裂落去就是人昏倒吼。台语诚侪词已经，咱已经互咱放袂记啊吼。你的爸母无甲你教，你都袂晓的吼。免三代，你两代都结束啊吼。大家遮吼，就点点裂落去，回味也哭到袂长声。即个袂长声吼，就是就是直直哭咧，一声哀嚎的直啦吼，一声长长直直哭咧嘛，就是袂长声吼。雪梅自安尼温伫涂骹，面趴伫壁里，面趴伫壁里，声声句句，阿夫啊，我当要怎样啊？阿夫啊，我当要怎样啊？歹势吼，讲啊，这是就是悲伤的场面啦吼。我想起讲，阮细汉定定看，不管是葬礼啦吼，还是讲人过身的场合吼，迄查某人不管是真情啊假意哦，拢爱哭甲若敢若唱歌戏安尼吼。我毋知恁捌听过吼，我伫遮就无爱学啊吼，但是差不多是像安尼啦吼。OK， 较念也是即句，因为伊意识教导万事万事，这是印无好，我看无即字啥物意。万事修义，意识教导万事修义。即句话我看无，我查一下教导啥物意思。CHIAU 第五声 ，TOO 第五声吼 ，TOU 即只敢若爱查 TOU， 就是乌顶头一点即个读做乌嘛吼，伊迄个但是有一点你拍字的时阵吼，有人拍 OU， 有人拍 OO， 我拢无。教导，意识教导，万事修义。我查一下修义。教导，若看即个，找台语看有无？嘛无，我毋知是毋是有typo吼，即个词完全做无。修义，修义，教导敢有其他腔口的可能？
无图嘛无，应该无啊吼。休矣，第三声嘛无，这是啥物意思？一句话出现两个词拢毋捌听过，袂晓诶，就规句话就看无啊吼。休矣。其他腔口敢有？无。其他腔口角度 ，TOU 第五声。煞袂记找台语要爱拍 TOO 迄款 ，TOO 拢无。真是嘞吼，即句两个词我拢看无吼。看到对。咱看到即个金良的太太靠倒伫涂骹吼。较念也是一句啦吼，阿夫啊吼，我当然要怎样吼？因为意识角度。万事休矣，我相信是万事休矣啦，吼，万事休矣啦，吼。伊即个音安尼飘，可能就算无飘，词典嘛查无即个迄个啦，吼。万事休矣啦，吼。一切，但是角度我是个毋知啦，吼。意识角度，一切的光明、幸福、甜蜜、美满。理想诶，家庭已经粉碎去啦，吼！伊巴肚诶囝，伊巴肚底诶囝无爸啦，毋捌老爸诶囝，你是何等诶可怜啊！灿烂诶青春无去啦，一切黑暗啦，我会囝台，我的囝台吼，囝台，西装台啦吼，我的囝台，我的新娘衫，甲所置办的化妆品无路用啦，无所听的通看顾我啦，阿夫啊，当要怎样啦？林长老看张老娘奋起，紧紧将张老娘家己抱伫。沙发长碰椅，互伊倒直安静。该抱伫沙发长碰椅就是 sofa 啦吼。但是即个沙发长是啥物？是毋是个 sofa？我都无解清楚吼。长是啥物物件？沙发这。咁杂物，看起来就是 sofa 诶，沙发 HOAT 诶汉字诶空字边，沙是 SA 吼，歹势。无沙发吼。这金起来了。沙发长，沙发，我相信就是沙发啦吼。沙发长碰椅，长是啥物意思？长就是 long 的款啊，长碰椅。长除了 long，搁迄个长条迄个长，搁有啥？搁长大长小长的长，所以沙发长敢会厅堂即个堂，厅堂。OK， 沙发长是毋是讲客厅吼？
应该是啦吼。张老娘紧紧将张老娘家己抱伫沙发床碰椅，互伊倒直直安静吼。坤芳赶紧走对后尾去抢一半冷水，阮面巾来斗有吼，抢冷水吼，抢一半冷水，就是抢水啦吼，抢水就是较早是古井才抢水啦，我毋知意思是毋是后壁一个古井吼去抢水吼。较早的厝吼，好个人的厝吼，你可能你若捌去过，若有印象吼，伊迄有诶伫迄中庭吼，就是你去头一进吼，可能是阿姨客厅，啊，伫客厅后壁是等于是一个中庭，中庭是透天吼，看会着天，看会着迄个天顶诶吼，啊，你着当食笑咧，啊，可能遐着一个古井安尼吼，这是较早有个人诶厝诶迄个形式是即型诶吼，啊，所以走去后面抢一半冷水，温面巾来斗有吼，斗有就是有就是敷啦吼，就是冷敷热敷迄个敷啦吼，斗有吼。惠美也爬起来，紧走去楼顶，摕一杯葡萄酒来，就用细茶匙甲伊灌，就是用茶匙吼，用细茶匙灌迄个葡萄酒啦吼。停一下啊，就精神。应该是讲即个溺落去的即个张老娘吼，看丈夫惠美、坤芳拢伫身边，雪梅看大家安尼也爬起来拭目屎来安慰大家。一时煞拿觉得一家团圆的款式吼七前八前煞黄昏暗吼，七前八前煞黄昏暗，就是时间安尼就过啊吼。坤芳也就三时要倒去，若是林长老甲张老娘拢极力甲伊挽留。迄暝远就踮伫因遐，互因请。食饱因就家庭礼拜，大家真忧闷。王牧师因夫妇听即个消息也来吼。王牧师应该是就是迄个雪梅，就是即个新妇的后头啦吼。王牧师，佮加来几若个当值会友也来相安慰。伫教会当值，就是教会内底什物执事啦、长老啊，迄种有职务的啦吼。啊，会友就是一般的会友吼。歹势，我啉下水。也来当值会友也来相安慰吼。煞若开追悼会吼，若亲像你开追悼会啦吼。伫迄个室中，坤芳真详细讲起因伫迄个室，即个室是讲那个对追悼室嘛吼。迄个室，伫迄个室中，坤芳真详细讲起迄个经过，煞将头毛甲柳仔甲所有的钱以及清单拢摕出来，互因看。大家真忧闷，总是王牧师苦劝大家着伫主内受安慰。大家虽忙忧闷，抑佫无过头，
无过头油门的意思吼。就任死祈祷散会，若是林长老甲长老娘深深感得坤芳的好意。8:24，搁做人恭贺，所以煞有即个言，哪阵爱认伊做儿子的款，总是毋敢随便开喙，就直直甲伊留，就直直甲伊留，吼，应该是安尼，直直甲伊留。若是惠美看爸母的好意，搁看坤芳的款，自然也生起爱慕的心，所以当伫坤芳踮伫因兜的时，有哪亲像兄妹的亲密，总是事事细致，毋敢嬉笑吼，毋敢嬉笑。查一下啥物叫嬉笑？歹势这我其实发音无介准吼，喜爱读关音啦，嬉笑吼 ，HIAUH。嬉笑 ，HIAUH， 无即个词。找台语。嬉笑，词典无啦吼，敢若找台语嘛是敢若甲即个热人生，伊是另外一本小说叫《可爱受人》，原来有用到即个词，但是无人知即个词啥物意思吼，全世界敢若伊知。OK， 讲即个惠美啦，总是事事细致吼，毋敢嬉笑。特别咱是咱是信主的人，所以真大方、慎重、有礼貌会相交陪。若是两个青年，大家心内有一个讲袂出的好感，这是事实。好，第3章到这。过来第4章8:27吼。坤芳伫林长老因兜目一年煞住5-6日，因为因真欢喜伊踮咧。坤芳踮了也真有趣味，因为有惠美通做伴讲话，因也真信用伊，所以因两个青年定带出带入吼，所以因两个青年定带出带入，有时去山林玩百合花，有时去溪仔钓鱼，宛如兄妹的亲密。但是因两人的心境无拄拄相款，一个是咧想较远较深的代志，是有意着的交陪；一个是为思念哥哥，是纯洁的友谊若定。拜六啦，坤芳就想要倒去就是啥物意思？甲因相时就甲因相时吼，即个就是后壁做伙吼，想要倒去就甲因相时，无拍算林长老娘煞阁想起灯笼来悲伤，为着安尼，大家煞阁强留伊明仔日大家通做伙去礼拜。坤芳看因的亲切，
就搁点咧。明仔日大家就带去礼拜，两兄嫂小姑负担甲幼稚科阿嫂弹琴，惠美带学生游戏唱歌。无一项无深深引起群芳倒台的注意甲思念。无一项无深深引起群芳倒台是倒台啦吼，倒台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查者倒台，倒台第七声。嘛无即个词。我拄则查毋对，我查去监字典应该是查即个词典倒台，汉字倒台多少的多，大小的大倒台。过世讲这是日语词啦我看一下日文版，倒数倒台，他台就是日语讲叫做他台日语的他台是啥物意思啊？我煞袂记诶，歹势。大抵啦，我记诶是安尼汉字是写做大抵，就是大抵就是大抵就是华语迄个大抵的意思他台。他台，敢是这个？这是他台吗？毋是。他台是 great quantity, great amount, huge, enormous, serious， 叫做他台。倒台great amount 所以咱转来遮赖人生即部小说是1954年写是日本，因其实拢是日本时代受日本教育大汉的所以内底用的日文词会用足多若敢若咱即马你囡仔写，你要叫伊写台语，内底会用足多华语词OK， 无一项无深深引起群芳倒台的注意甲思念即是讲 a lot quite a lot 嘛引起足多的注意甲思念礼拜煞大家为我来甲张老娘哀伤安慰。其实这个事是家天做老母的人会伤心。一时张老娘心脏煞阁无力，要倒落去。大概是人为伤济，也讲伤济话，阁真伤心。雪梅甲惠美看妈妈面长色，直直要长色就是变色改变嘛长色转变叫做长啦
看伊面长色直直要卖固直吼，紧甲伊插入去牧师的房休困。后来不时较爽快，才互惠美甲群芳一人听一边，稳稳啊行倒去。即个听一人听一边，即个听我查一下吼。当然，摇大约啊摇会出啥物意思啦吼。一人插一边嘛吼，但是听我第一道看着吼。我查一下听。THIANN 第7声，听就是支持，吐调的叫做听吼，用一支条啊来甲伊听地吼。对，即什么？这应该是对个人空，甲伊对个人。甲伊听地，才袂倒吼，就是手甲插咧吼。看遮日文版，因为汉字安尼写看无吼。听，汉字是倒是汉字？伊是写即个支持的支吼，做听，这是混音啦吼，混音啦，训读啦，听吼。支持吼，用一支条啊来甲伊听，来甲听地吼。对，这是个下吼，对个下空啊，对个下人来甲伊听地，才袂倒吼。过来是，着用补益。若听才会用吼，支持嘛吼，若听。迄间店若无你家听着，早早就倒落去吼，无你甲支持就对了吼，迄店早就关起来吼。阿社有钱做，迄间店啊去甲交管吼。好，咱转来即个小说家，惠美甲群芳吼，一人听一边吼，就是一人甲支持一边，甲铺条的吼，稳稳啊行倒去。拜堂伫街仔头，林长老因厝，较伫街仔尾。即个较啥物意思？我无解了解吼。应该是徛伫街仔尾啦吼，甚至太保吼。箴言有几若百步的远吼，咱来查遮箴言。箴言是毋是华语的展然吼 ？CHIAN 箴第2声言 JIAN 第5声。无即个事，我今仔日讲无即个事，讲几啊遍吼，表示查几啊字，查几啊事拢查无，词典拢无。OK， 有箴言吼，啊，另外一个音是箴言吼，因为伊是用箴言对啊。我应该无写毋对 ，CHIAN 第2声 JIAN 第5声竟然无吼。我查遮箴言，箴言有写讲其他腔口叫箴言啦吼，就是我拄则讲的展然吼，迄个汉字，就是规则是相当吼，伊
暂然有钱，伊暂然有钱，吼，相当有钱，吼。今仔日暂然寒，吼，今仔日相当冷，吼。所以暂然，吼。我其实嘛毋捌，较袂晓用即个词啦，吼。相当，就是 Embry 的规则就是讲 very 吼 really 吼，所以就是暂然就是非常吼，你会使安尼用吼。哦，就我一个讲啊 ，Marino 甲 Embry 拢有收啦吼，规则拢是相款，就是 very 吼 ，quite。rather, considerably, fairly, pretty, very, quite 啊，差不多总这意思了哈。个这几个，好，咱个继续转来小说家讲，林长老因厝徛伫街仔尾吼，暂然有几若百步的远，哦，伫即只讲就是非常远啦吼。一人听一边，煞亲像真正兄妹的感觉吼。老长老，为什么是一个老长老？老长老甲新妇吼，选梅应该是林长老啦吼。选梅缀伫身边慢慢行到厝吼，慢慢行到厝。大家真受安慰，对安尼困风又搁加踮遐几若日，有一日决定明仔日要倒去，就搁做伙去挽百合花，到伫山林的大树骹有一块大石，清气，困风就将伊家己的手巾仔提开，蹙伫石头顶，牵惠美的手，请伊坐，惠美就坐，伊家己也坐伫惠美的身边，显出万分的亲切笑容的面，对惠美讲：“惠美小姐，我对你真失礼。”我想要对你讲一句话，若是真丢毒，讲拢袂出来，毋知。惠美看伊吞吐，伊呢吼。即个这种就是状声词啦，吼，就是讲话吞吐的意思啦，吼，吞吐，我查一下看查得到袂？先安尼用 wildcard。无吼，2个 NGH 第8声，第4声，是第8声吼，是第3声，是第8声。无，这伊家己写出来了吼，因为拼音字吼有即个好处嘛，你若有法度有迄个音，你就当甲写出来吼。但是书典就无啦吼，书典就无即个词。
尤其是状声词吼，就是用来形容声音的，用来描写声音的词吼，你拢会家己写嘛，但是这书店的查无吼。好，咱直接人过吼。坤宏兄吼，坤宏伫遮讲袂出话啦吼，一年五两，吞吞吐吐，一年五两吼，就好意甲伊讲，要太有啥物失礼，你来，阮真受安慰，真欢喜你的帮忙，阮应该甲你谢谢。若你有失礼的所在吼，哪里有失礼的地方哈，哪里有失礼的所在，毋是安尼啦，是我即时要甲你讲，即时要甲你讲一句话，对你较失礼，我是望你毋通受气。袂，请你讲。无论你讲啥物，我都袂生气，请你安心。对安尼，坤宏就真安心，牵惠美的手起来斟，也甲伊讲，惠妹妹，我实在真疼你，我望会得永远疼你。惠美听一句话。心忽然感觉真紧张就是紧张啦吼，但是伊即个音的写法是，我毋知倒位是安尼讲吼，紧张，我查一下吼 ，KIN 紧第二声紧 ，TION 区第一声。无吼，这是孔子辈的写法啦吼。紧张，就是紧张迄个张字吼，伫台语内底有，你要查简字典吼，就查会出即个应该有即个中的字音，我查看觅啊，张。有江、中、张这三个音嘛吼，啊，张应该是白话音啦，中可能是读册音啦吼。字性，咱一般人讲张较安尼听人讲中啦吼，紧张，所以紧张就是孔子辈写法安尼尔吼。惠美听即句话，心忽然感觉真紧张，但是无即时应伊，就摇用前头画伫涂骹的涂刷顶，画一尾鱼。坤宏看迄个鱼的图，心真欢喜。伊的意思是讲，惠美应伊，表示两人相得意是亲像鱼得到水的欢喜吼。哦，遐厉害！看一尾鱼就摇会出来，我无法度。其实毋是吼，若是所以你家己迄个误会去吼，误解去。若是坤宏无明迄个意思。就搁直直讲真侪好意的话哦，歹势吼，伊这表示心真欢喜，伊的意思是这所以这惠美的意思啦吼，伊的意思是讲惠美应伊，表示两人相得意是亲像鱼得到水的欢喜，其实毋是吼。若是坤宏无明迄个意思，就搁直讲真侪好意的话，直到惠美不得已就搁摇用前头画十字架
记号，迄时伊才忽然晓悟，在回避的话语话十字架，拢是表现伊是基督徒，无随便要甲未信者结婚吼。若是歹势啊，我 stop。若是坤芳的心是真切的求爱，古不将惠美就挺身起来，用真严肃大方的款式，老实甲伊讲，坤芳哥真多谢你的好意，若是你，我会交陪，我是尊敬你做我的哥哥的学兄吼，学长啊，叫学兄吼，学兄啦吼。感谢你过去对阮阿哥的好意。若是较深的事，即时我无得想。第一，我是一个山内的查某囡仔，我毋敢想啥物，我知我袂堪得。第二，论较深的事，我着尊重爸母。我的爸母袂当伊的以前，我袂得先甲你约束啥物。第三，有一项为难的事，就是阮是基督徒，我信仰信仰步调无一致，将来为即个事稳当有艰苦，所以我请坤芳哥亲像我想咱的亲密到伫友谊的程度就好。我也欢喜你安慰我的爸母，所以深深甲你谢谢。坤芳看到惠美的大方贞洁，一发感福。看到惠美的大方贞洁啊，吼，一发感福，伊个句头无飘无好吼，句头就是断句啦吼。一发感福，煞感觉要蛮水的玫瑰，毋是随便可起吼。有伊来的刺，若毋敢受气，煞一发显明伊的温存。受气什么意思？若毋敢受气，吼，歹势是，若毋敢受气，煞一发显明伊的温存。好意来高正惠美，伫无意的中间，伫无意的中间，吼，歹势伫无意之间啦，吼，即迄个用叫做空字辈吼。若毋敢受气，煞一发显明伊的温存，吼，好意来高正惠美，伫无意的中间，忽然抱惠美来枕伊，惠美真受气，就安尼徛起来，点点滑倒去到厝，入去房里，门关咧，拍伫伊平时伫
读册写字的倒仔流目屎，伊的心真艰苦。家己检点伊的行为，大概是对伤思念哥哥，心无聊空虚，忽然得到异性吼，伊个飘即个特别写汉字吼，惊人看无吼。异性男朋友吼，忽然得到异性男朋友，亲像兄哥的款式吼。就煞失落谨慎、无客气的行动，拍算是对安尼的受误会吼。今年惠美是21岁，坤芳是27岁，大家袂娶袂嫁，两个青年做伙无受管束，仿佛无义务的时，就爱情亲像调皮的作个囡仔。调皮是调皮捣蛋的调皮啦，这是毋是？我查一下吼 ，THIAU PHI 是毋是迄当道即个词啊？还是 PHI 第五声？这无调皮嘛吼，就是大理大词典无收即个词啊吼。意思就是迄当阵民间无咧用即个词，但是为什么有调皮即个词？即个是华语内即种音嘛吼。歹势，伫日本时代吼，这是我家己的印象啦吼，就是日本时代叫做知识分子，其实因是就是统派吼，就是以咱即马讲来看是大统派吼，所以因足爱用，因会去学华语，会去读对新仔迄边来的字吼，各种的思想这方面吼。当然，日本嘛是有新的思想，有对西洋来各种思想，但是因着爱透过，因着爱去看迄个华文字吼，所以会伫内底学着华语的词吼。OK， 所以咱继续看吼，仿佛伫咧无义务的时，就爱情亲像调皮的作个囡仔，偷走入去心房里吼。所以你看赖人生用足侪孔子碑写华语词的孔子碑读台语读法吼，就是安尼。有时我是看无，毋知咧写啥吼。既然互伊偷走入去吼，真正是恶得看出。歹势，真正是恶得赶出去吼。惠美深深痛悔伊家己做信主的女子，无教业谨慎，无教业谨慎就不够谨慎吼，无教业谨慎来受男朋友的误会吼。伊家己真自责吼，也感觉受真大的侮辱。好，8:58剩2分钟吼，这段我都无爱阁继续读了吼，到31页中即只吼。好，读到遮啊，今仔日因为明仔载周末吼，所以我打算要阁另外1点钟要转来咱迄个台湾万丹遐佛摩萨遐看一个，另外看1点钟久的迄个教会公报吼。你若体力有够的吼，要倒欢迎，还是有兴趣的，拢会当倒来咱迄个佛摩萨台湾万丹来继续来看教会公报啦吼。啊，我伫个迄个 chat room 顶头第一个有迄个我另外迄个 room 的迄个 link 吼，你若有兴趣你再听。啊，我读教会公报
一开始当然是出于讲我家己对台湾历史的兴趣吼，希望会当踮咧台湾公报内底看到足侪历史的记载吼。都公报嘛，表示迄当阵的新闻纸嘛吼。新闻纸总是会当看到迄当阵发生的代志，啊，毋过我看到已经看到第6期啊吼，敢若无啥看到写台湾发生的代志吼。教会的代志有写着啦吼，但是无啥物民间的事通记伫内底吼。以后应该会啦吼。啊。无像讲，咱咧读迄个兰遮日志吼，兰遮日志是含了荷兰人因政府做迄个记载嘛，所以迄当阵台湾发生的代志吼，拢写甲足清楚。好，9点咱读到遮，爸比敢有啥物我无注意到恁会对我问问题？无吼。今仔日读咧就感觉足侪，就是足侪书。哦，是啊，好 ，OK。就是你查词典拢查无啊，看的拢是对华语啊。但是1954年迄当阵，搁算日本时代吼，赖仁生应该是可能有学过华语啦。我毋知为虾米伊会用遮侪华语词吼。好 ，OK， 安尼咱就到遮关房咯吼。好，感谢各位，有兴趣的再来斗阵读。歹势，我有去占着别人的时间无？马文毋知有，即马台湾拜六会早起是嘛？敢有人咧开？马文毋知要开啥物？伊讲要读迄个，我毋知哦。若有甲你占着时间就歹势吼。马文你方便无？你方便讲话无？对，若要共讲话嘛，要 invite 一下，要记诶。我有invite。哦，好。你敢有要开房要？无问题啦，反正你讲安尼，反正拢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啦。是哦，是毋？我有占到你的时间，我若占你时间，就卖就。无咩啊？你讲无，迄个占到时间。好，安尼咱来读教育公报啦吼。好，多谢，好，到遮，好来，好感谢关房。OK。嘿。